從事社會工作係我嘅夢想職業。至於參選嘅理由其實好簡單，我曾經係一個邊青，係被幫助過嘅一群。我體會過雪中送炭嘅感覺，所以要立志薪火相傳，成為社工。之後先發覺原來社工所獲得嘅資源都好缺乏，人手都不足夠，以至到外展嘅工作困難重重。所以我想改變現狀，令到更加多人能夠得到關懷，得到巨獲新生嘅機會。今日五姑娘又好似平時一樣咁去做呢個深宵外展工作。佢去探訪一個成日離家出走嘅青年，叫做阿烈。阿烈好貪玩，又喜歡去夜蒲，已經好耐冇上學同埋上班，但係又經常離家出走，因為怕俾屋企人煩住佢，責罵佢。而另一個受探訪嘅青少年叫做阿俊。五姑娘定期都會去探訪阿俊，了解返。其實可以睇翻呢，就係政府對我哋呢啲社署對外展深宵嘅社工呢，投放嘅資源都係唔足夠嘅。咁我哋呢個問題呢，其實已經充斥咗香港好耐啦，但係無奈可能政府對我哋嘅關注係不足啦。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我哋好積極咁樣向政府或者係社會福利署呢，係尋求緊更加多嘅資源去協助我哋去繼續進行呢啲深夜探訪嘅工作，就可能好似而家咁樣關心下進呢個 case。我伍志佳承諾竭力為同事爭取，為社區搏盡，支持1號伍志佳，市民大眾來開懷。